华职棒第2战煞过，不过伫咧第1战煞场的时阵，有球迷反映讲这动线是无啥顺，可能有安全的疑虑。昨昏台北捷运是加派卡手，透过分流，互人阵伫咧半点钟左右，都拢消化了啊。统一时代大巨蛋都目前没有赢过，可是今天赢就很开心。台湾大赛第2战，球迷不管是支持倒一队，拢看甲心情正嗨。不过到散场时阵，大约37000位的球迷是不是能顺利散场，再一遍考验台北大巨蛋。小心他件事哦。第19第1天的比赛，台北市议员李明贤伫 FB 打出散场时阵规定人的相片。讲即份伫咧大巨蛋散场时阵，电扶梯无及时管制或者是关起来，人一直向下骹滑落去，真危险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讲，已经请捷运公司检讨，以后若有大型活动，一定要敲键部署。我也请捷运公司来检讨，也就是未来我们在大型赛事及活动，一定是要超前部署。昨天他们确实也设了指挥中心，也加派了39个人力，短时间涌入这么多人哦，一定要提早对于包括手扶梯的管制等等。有真正的经验了后，第2战结束，工作人员就传一弹。台北这份加派人力伫咧边引导维持秩序，好规个动线会当顺够安全。还蛮顺畅的，就是不会塞很久，还不错，跟其他球场比起来还算通顺，就是至少有捷运可以搭。因为人比较多，所以会疏散比较慢一点，但基本上我觉得算是有进步。伫国父纪念馆内面，警察甲捷运的职务人员伫指挥棒引导，要工作人员举卖堵塞的牌下。前一天电扶梯因为安全的考虑，伫暗时9点09分停落，请大家用行，要用41分钟完成疏散。27天提早到暗时8点20就停落，2分钟半到3分钟一班车，又搁派3台空车来载，敢若用半点钟就消透，比前一天减11分钟。除了说加密班距到2分半之外，其实我们今天观察到，我们出口室其实有蛮明显的分流的效果。未来任何的大型活动的一个模式的参考，我想今天从刚刚讲的分流、电扶梯的管制，还有我们这个缓冲带，这些都扮演很成功的一些角色。顺利伫30分钟左右完成疏散，电扶梯也开始震动。台北捷运感谢旅客配合，主动分流行到4号出口，甚至是市政府站。这不是第一遍拄到4万人的压力测试，不过是再一遍累积经验，会当帮助要伫11月初10开始举行的世界棒球12强赛。因为每一回比赛，球迷除了欢喜替球队加油，也要平安登记厝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